而家我哋又一齊做站立式運動啦。做嘅時候請大家留意我嘅旁述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呼氣收腹，提起腳踭，用腳趾做圓心，打開髖關節，膝頭哥同腳趾向側邊指，同時握拳用力拉去後邊，打開膊頭收緊上背。呢個動作除咗可以訓練肌力之外，亦都可以訓練下肢關節嘅靈活度，同埋改善圓肩、矯正姿勢嘅。呼氣收腹，膝頭哥同腳趾向內指，同側嘅手就曲手踭放喺頭後邊。做嘅時候要注意眼望前方，頭頸要保持直嘅。呢個全身運動除咗可以靈活身體嘅關節之外，主要就可以收緊上背，改善圓肩。握拳曲手踭，雙臂貼身。呼氣用力伸手上天花，拉直個身，收腹，隻腳向前伸，腳踭掂地。吸氣，手腳翻原位。呼氣又重複。呢個動作除咗可以鍛煉雙手嘅肌肉之外，可以伸展大髀後邊嘅肌肉，同時亦都可以改善姿勢。緊握拳頭放喺心口，呼氣收腹，雙手用力伸上天花，同時一隻腳勾腳向側邊踢，吸氣手腳翻原位。注意做嘅時候身體要保持直立，腳踢幾高係唔重要嘅。呢個動作主要可以鍛煉大髀側邊同埋臀部嘅肌肉，亦都可以伸展到大髀後邊嘅肌肉。遞手上天花，拉直個身，呼氣收腹，緊握拳頭，雙手用力向兩邊拉，同時收腹，重心後移，雙腳微曲，吸氣，手腳翻原位。呢個動作可以鍛煉全身嘅肌肉。做嘅時候要注意重心後移，重心唔好放喺膝頭哥嗰度，唔需要落好低，最緊要係感受到肌肉嘅收緊同埋放鬆就得啦。雙手貼身，吸氣升高膊頭，拎起腳踭，呼氣收腹，雙手貼身向後畫圈，雙腳放翻落地。呢個動作可以增加肩關節嘅靈活度，亦都可以鍛煉小腿肌肉，亦都增加足部關節嘅靈活性。示範又結束啦！如果大家有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